台湾正做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的国家，说出现同性婚姻两个人，其中一个若准是来自无允准同性婚姻的国家者，有关是无度登记结婚的。就一对台湾加日本的同性情伴，去年要伫个台北大安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，却去互拒绝啊，落尾因提起行政诉讼，今仔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因胜诉。台日胜诉，夫妇圆满。单出彩大庆祝全面胜诉，台湾的阿秋甲日本的有吉英三郎，去年5月初7伫台北大安户政事务所要登记结婚，不过因为日本的法律无允准同性伴侣结婚等等因素，大安户政拒绝登记，因提起行政诉讼，日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因胜诉。那我今天早上非常紧张，因为不知道怎么结果呢。然后我非常感谢优秀的你们跟朋友们在一起，就是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可以当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妇了。那就是我们现在真的觉得非常的骄傲。第二项的主文呢，说的是被告机关应该要依据我们的当事人在这个去年5月7号所做的申请，做成他们在那一天结婚登记，有做成这个登记的义务。大安户政事务所会使伫收到判决书了后20天内决定敢要上诉。柯秀文呼吁卖上诉，大安户政表示会伫收到判决书研究了后，甲台北市政府、内政部等部会报告参详。他还有通令给就是全国的户政。是告诉户政说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做的这些判决都只有个案效力。阿秋甲有吉英三郎的官司目前只有个案的效力，若是以后出现同款状况的跨国同性伴侣要登记结婚，要是可能需要行行政诉讼，才有可能会当结婚。柯秀文讲，司法院有提出修法草案，但是目前卡咧行政院已经超过1冬瓜，也未送到立法院。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。